再来看云林县政府征收斗六警察局旧宿舍3号甲5号有编2000万的经费，要扩大目前的云中街文创住路，提供青年人来创业，嘛希望会当带动斗内员工按说每日地当员工。 斗六云中街警察局旧宿舍群是伫斗六旧城市核心地区，也是日本时期官舍的建筑。不管是空间的规模、形式，也是机能等等，拢呈现当年日本式的典型宿舍。云林县政府2014年登录做历史建筑，今嘛搁再甲其中2栋活化改造。 整个云中街的这个文创聚落就会完整跟完善，那贯穿到我们这个就是太平老街，再到我们的行旗纪念馆这边，会形成一个最完整的斗六旧城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廊带。 文管处表示，这搭宿舍群有部分伫10月中进行活化改造，而且伫2016年规划做文创园区，即卖以云中街文创住乐做员工营运的品牌，即摆编2000万的经费，要加另外2栋活化，让文创住乐会当更加完整。 旧式的一个日式建筑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市集、一个中心，那是未来是我们斗六人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期待。那也期待了哈，整体的规划之后，在整个停车的部分跟我们的公共设施的部分能够再加强。 文管处也讲，这个住乐离斗六火车头也有西市场是真近。等待旧宿舍明年底修复完工了后，会延续云中街的品牌，扩大文创住乐，让少年头家会当进驻。搁再配合启动整体景观的规划设计，增加停车空间，省搁较侪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